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就派兵到加州、到华府，发要重建当地治安。但是，佫指示军方去恶劣公州，讲要保护当地来避免受到恐怖分子的攻击。也毋过，这民主党籍州长是继续派兵，嘛强调无叛乱的情形。 美国总统川普27日社区媒体发文，表示要派出一切必要军队来保护和政府吞打的恶劣公州、波特兰市，抑个任何受到反法西斯运动和其他国内恐怖分子围攻的移民甲海关执法局的设施。川普阁写讲，若总有必要，阁授权动用全部力量，毋过无做具体说明。民主党籍的恶劣公州州长马上拒绝部署军队需求。There is no insurrection. There is no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military troops in our major city. 波特兰市的市长是强调，无论是伫波特兰，还是其他的美国城市，所需要的部队数量拢是零，除非川普拍算家己制造混乱，派兵去因的市，完全是为着顶起联邦政府的武力。Again, I am so deeply disappointed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irresponsi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may be a show of force, but that's all it is. 川普今年6月捌出动国民兵伫加州洛杉矶街头镇压，8月又搁伫华府部署国民兵，讲这个举动会重建法治、秩序，抑个公共安全。实际上，9月初，川普就捌表达对波特兰治安的不满，强调当地民众和强烈的左派团体受逼，对政府机构进行攻击。These are paid agitators. They get paid money by radical left groups, not radical right groups, radical left groups. And they get paid a lot of money. 德州达拉斯市2日发生针对移民甲海关执法局设施的枪击事件。美国各大城市因为川普激烈的移民打击行动，局势是愈来愈紧张。自从保守派的时事评论家 Kirk 9月中旬互断事了后，川普明显加重对因所讲的激烈的左派的打击力头，甚至签行政命令宣布反法西斯运动是境内的恐怖组织。高市新闻警官强逼役。